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香港早晨頻道。咁咧，今日我哋繼續都係探討一下 Save Lily 事件。咁啊，究竟呢件事發展到點樣呢？之後又會向邊一個方向發展呢？大家好，我係湯比。咁啊，最近呢幾日呢，我諗大家都好留意呢件事嘅進展啦，係咪？大家都關心呢？究竟小朋友嗰個健康啦，同埋攞出世紙嘅狀況啦。有冇保障到佢嘅個人嘅利益啦，等等啦，咁所以呢件事都成為咗街頭巷尾，即係一個好大家會談論嘅事件。咁由最初呢，只係一宗網上引起關注嘅家庭個案啦，到而家呢，就演變成為警方介入啦，社署亦都介入啦，法庭呢亦都頒出咗保護令，甚至連呢個 DNA 報告呢都成為全城嗰個討論焦點。咁可以話呢一件事呢，已經由一個家庭問題，逐漸呢就演變成一場有關兒童權益、父母責任同埋社會價值觀嘅公開討論。咁今日呢一個節目，我想同大家由頭到尾呢就梳理一次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咁同時亦都想同大家一齊思考下一個問題。咁究竟父母嘅理念、私隱權同埋信念去到邊一個位置，應該讓個位出嚟，俾兒童有最基本嘅利益呢？咁點解咁樣講呢？因為最開初嘅時候呢，姓曾嗰位先生呢就多次強調，要教個小朋友俾佢知道，唔可以將個權益呢偏去兒童嗰邊，然後就忽略咗佢自己本身嘅人權。咁其實當父母有一個咁堅持嘅信念，對佢個私隱權有咁大嘅執念嘅時候，咁其實係點樣平衡呢個兒童嘅利益呢？咁首先講翻最新嘅進展先。根據傳媒嘅報導呢，警方呢日前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嘅罪名呢，就拘捕咗涉案嘅呢兩個人士。而男嬰 Danny 呢，最後亦都送去醫院嗰度接受檢查。社署方面亦都向法庭申請咗保護令，暫時呢就將男嬰呢就交俾相關嘅機構照顧。其後夫婦唔應該用夫婦，其實應該係 partner 嚟嘅啫，係啦。佢哋兩個啦，最終呢就同意接受咗呢個 DNA 嘅檢測，即係搞咗咁耐呢，其實到最後呢都係要低頭嘅，都係要提供 DNA 嘅檢測嘅。其實呢一樣嘢呢，佢哋應該係一早就已經知道啦，係咪？無論你係喺香港出生又好，你喺外國出生都好，我諗任何人抱個 BB 仔去法庭，或者係需要攞一啲嘅政府資源嘅時候，其實都好簡單，就係一定要證明當事人個身份啦。唔好話 BB 啦，就算一個成年人你去到，咁人哋最簡單都會問你係咪公民啦？你係公民嘅話，咁你當然要出示呢個身份證啦，係咪？或者你係出世紙啦，或者你嘅 passport 啦。咁 BB 就當然更加要啦，係咪？如果唔係任何人抱個 BB 去，都話自己係佢嘅父母，然後要攞當地政府嘅權益，係唔可能嘅。好啦，最新公佈嘅結果顯示咧，男嬰 Danny 咧係同兩個人確實係存在親子血緣關係嘅。而呢個結論出咗嚟之後呢，網上好多嘅傳聞呢，即係亦都告一段落啦嚇。因為之前呢就有 YouTuber 呢就拍咗個節目，列出咗10大嘅疑點啊。就話咧呢個BB 啦嚇，或者呢一對嘅男女啦，哇會唔會係做國際跨境嘅人口買賣啊？去到邊呢？生到邊嘅嚇？仲有一個呢係夭折咗喎，咁樣。亦都有人懷疑呢，就係會唔會佢哋係亂倫呢？咁樣。甚至有啲呢就更加陰謀論。不過到目前為止呢，呢啲講法都冇公開嘅證據支持。所以我認為呢，與其沉迷陰謀論，不如將焦點呢就放翻喺呢件事本身。因為今次呢件事真正值得討論嘅地方呢，從來都唔係嗰啲八八卦卦，而係嗰啲細路仔，當時嘅細路仔個權益。首先第一個就係夭折咗個小朋友啦，係咪？跟住就係阿 Lily 啦，就係小海峰啦。跟住而家就係 Danny 啦。講翻背景啦，
呢對夫婦多年嚟呢，一直都透過 Save Lily 平台，希望爭取呢接翻本身而家喺瑞典寄養家庭嘅女兒 Lily。咁其實最初呢，係好多香港市民都對佢哋呢抱有同情嘅。咁甚至有啲好有心嘅人呢，就話我哋要籌錢啦，咁幫佢呢揾律師即係其實香港人都係好善心嘅，好熱心嘅。咁大家就會覺得會唔會即係只係一對普通嘅香港父母呢？而喺外國遇上咗一啲嘅法律問題啊，或者係俾人係用一個強勢嘅態度去令到佢哋損害咗佢嘅權益呢？其實最初嘅時候係有人偏向呢個方向嘅。咁但係隨住越嚟越多嘅資料公開呢，事件亦都變得越嚟越複雜啦。咁根據公開報導呢，佢哋過去呢係喺北歐生活期間呢，曾經因為兒童照顧問題而同當地嘅部門出現長期嘅爭議。咁而喺返到香港之後呢，同樣嘅爭議呢似乎又再次出現。今次最大嘅焦點呢，就係男嬰出生之後一直未完成嗰個出生登記。男方曾經公開表示自己並唔係完全拒絕 DNA 驗證，而係擔心個人資料同埋私隱嘅風險。佢希望政府呢就先交代相關資料用途同埋嗰個保障機制。坦白講，如果單純討論呢個私隱保障呢，其實唔少香港人都會理解嘅。因為今日即係社會即係越嚟都越重視嗰個人資料保護啦，係咪？特別我哋好多時候嘅個人資料都同一啲嘅信用卡啊、網上支付啊、識別啊等等，或者生物特徵嘅識別啊，都已經係同我哋生活即係可以話係一環扣一環。簡單如你用智能電話，簡單如你用嗰啲叫做電子支付，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個人資料或者個生物特徵去連結咗一齊嘅。咁所以要關心呢樣嘢，保障自己。坦白講，亦都無可厚非。但係如果關係到呢個小朋友嘅福祉嘅時候，其實係咪要咁一意孤行呢？咁可以話固執呢？咁執着呢？問題係當私隱權同埋兒童權益發生衝突嘅時候，咁究竟邊一樣嘢係優先呢？而呢個呢，就係今次事件個核心啊！試諗下對成年人嚟講，DNA 可能係一個私隱問題啦。但係對一個初生嬰兒嚟講呢，即係出生登記就係個身份認證嘅問題。冇出世紙代表咩呢？就係好簡單啦，你冇醫療啦，冇教育啦，申請公共服務又唔得啦，你保障唔到自己嘅權益啦，甚至建立一個正式身份都係有困難嘅。簡單嚟講，你去到一個地方生活，你要成為當地人，你要攞到當地福利，當然你係要一個身份嘅證明啦。呢個係好簡單嘅一個嘅常識嘅問題啦。如果你所有嘢你都唔去做嘅，你冇任何身份嘅證明嘅，咁點知道或者點樣可以合理俾到你嘅權益呢？而同一時間亦都要保障翻其他嘅市民嘅權益噶嘛。如果唔係個個嚟到都話我係呢度人啊，我要攞呢個福利，咁對於納稅人其實亦都係唔公平嘅。成年人呢就可以選擇堅持理念，但係嬰兒呢就冇得選擇嘅。好似呢對嘅男女咁樣，係咪？你好堅持自己嘅想法，但係個細路仔呢，個細路仔唔識選擇嘅。所以好多人認為呢，就當兩者出現衝突嘅時候呢，其實細路仔嘅利益呢應該放喺優先位置。我個人嘅睇法呢，就特別是呢一對男女係父母，咁就冇可能將自己嗰個嘅權益放得咁前，而犧牲咗個小朋友嘅福祉嘅。畢竟都係父母，你哋都係有最大嘅責任去照顧個細路仔個權益嘅。另一個引起社會關注問題就係所謂嘅宗教原因。其實之前呢，佢哋都喺陳志雲嗰個商台個節目都有提啦，提咗多次啦。曾經就話因為宗教嗰個信念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所以咧，佢就唔係咁想你就提供嗰個 DNA 啦，個檢測啦。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呢，仍然唔清楚佢哋所講嘅宗教或者信仰係乜嘢，佢哋亦都冇去表達到出嚟嘅。其實冇講到係乜嘢宗教。值得留意嘅係，其實主流嘅宗教呢，一般都唔禁止信徒呢係接受醫療服務嘅，或者係嗰啲 DNA 嘅驗證
或者係出生登記。咁但係當然咧，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啦。咁確實係有啲宗教咧係唔鼓勵，甚至係禁止啲信徒咧係去醫院嘅，去接受呢個現代醫學嘅，甚至係對於疫苗或者去醫院分娩咧都有一啲嘅限制嘅。咁啊，琴日節目亦都有提過啦嚇。舉個例子，以前嘅基督科學教啦嚇，所謂嘅科學教會啦，咁現在咧其實就應該係開放咗好多噶啦嚇。咁亦都有資料顯示咧，就係原來基督科學教都唔係全部人嘅嚇，可能咧其實係某部分嘅信徒佢哋有呢個堅持嘅啫，就唔係全部都係嘅。咁但係根據網上嘅資料顯示咧，就似乎早期嘅基督科學教咧係比較強烈啲。就唔係太鼓勵信徒咧接受一啲現代嘅醫學嘅。咁目前咧冇公開證據顯示今次呢件事係涉及任何或者一個特定嘅宗教組織。咁所以現階段咧，我哋仍然有好多問題都需要自己當事人佢哋自己出嚟解釋翻嘅。咁但係當然啦，目前為止佢哋透露亦都唔多啦。好啦。咁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我認為比 DNA 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嗰個權利同埋義務究竟應該點樣平衡？咁我哋每一個人咁啊，梗係想有自由噶啦，係咪？想做到自己想做嘅嘢，想去遵從自己嘅原則噶啦。咁啊，其中一樣嘢就保障自己嘅私隱啦，係咪？希望自己嘅信念受到尊重啦，呢啲全部都冇問題嘅。咁但係權利從來都唔係單向噶嘛，係咪？你有權利就有義務。咁其實大家可能喺新聞都睇過呢，就係嗰個曾先生呢，就曾經話：呢一個呢責任唔喺我哋度嘅，呢個責任呢係喺入境處喺政府嗰度。咁甚至呢，我見過佢呢，佢就振振有詞咁樣就話：冇理由一個中國人就夾硬呢就做咗呢個歐洲人嘅咁，然後呢，就冇機會呢就學中文咁咧，呢一個呢，特區政府呢要幫我哋啦咁樣。佢係香港人嚟嘅，咁但係諷刺嘅地方就係你連出世紙都唔攞，但係你又振振有詞咁樣講，你係中國人，你要得到香港政府嘅幫助，係咪？當政府叫佢喂，你攞個 DNA 嚟驗下先啦證明咗係個小朋友，可能我哋就下一步可以做啦。但佢又喺度我又唔可以我又有呢個私隱嘅問題咁即係點樣呢？你又要去成為嗰個地方嘅公民，去得到個權益，但係義務你又唔去盡，你又唔去盡一啲提供你個人資料，幫個小朋友攞出世紙等等呢一系列嘅行為，你唔去做，但係你淨係 ask for 你嘅權利。好啦，咁作為父母，除咗教育子女嘅權利之外，有時呢亦都係要保障翻子女嘅利益同埋責任嘅，就唔可以一意孤行。咁作為公民，除咗享受權利之外呢，亦都應該履行法律責任嘅義務嘅。咁喺香港係好清晰講到呢，就42天之內出世咗嘅小朋友就係要攞出世紙。而當成年人嘅選擇有可能影響到兒童基本福祉嘅時候，咁社會應唔應該介入呢？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先至係呢個 Save Lily 事件俾香港社會最大嘅思考題。咁無論大家支持邊一面都好。有一點咧，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就係咧，小朋友唔應該因為大人任何理念嘅衝突或者一啲無謂堅持而受害噶嘛。成件事我感覺上就係個曾先生似乎係好唔中意一啲嘅社會嘅建構啦或者一啲係佢作為公民嘅一啲嘅義務啦。咁但係你唔中意唔緊要噶，你可以示威係嘛？你可以參加嘅呢個係譬如區議員係嘛？或者你咧透過某啲途徑表達你嘅意見，你揾議會入邊嘅人士去表達你嘅意見等等或者透過唔同媒介同政府講表達你嘅意見。咁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呢樣嘢唔合你心意，你就懲罰個小朋友噶嘛？即係簡單嚟講，其實而家佢咪因為嗰樣嘢唔達到佢要求，係咪懲罰個小朋友變相？好啦，因為大人其實始終你可以為自己發聲，但係小朋友唔可以噶嘛。咁你點能夠因為自己嘅執念而影響個小朋友呢？而一個文明社會最重要嘅責任，往往就係保護嗰啲冇能力保護自己嘅人啊嘛。而且嗰個正正係你個仔，係你個小朋友。咁其實呢，仲有好多嘢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例如之前有講過啦，就係話如果一個人佢喺醫院嗰度分娩
同佢喺屋企分娩其實分別大唔大呢？當然分別係好大啦。咁啊，之前都簡單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喺清朝嘅時候，其實兒童初生嬰兒個夭折率係達到呢4個入邊有1個就會夭折嘅。咁而因此，當佢哋統計平均人嗰個壽命嘅時候，只係得35至到40歲。原因唔係話冇人可以生活到60歲咁解，只不過當好大嘅初生嬰兒夭折呢，其實就變相將個平均數下降咗。咁啊，去到1950年左右，因為呢就限制咗呢一啲嘅所謂嘅執媽。一啲嘅傳統嘅做法，舉個例子，佢哋可能用一把生鏽鉸剪就去剪嘅臍帶，咁因此就會有破傷風，係啦。咁其實1950年代呢，就開始呢，就係有一啲嘅制度就管理呢一啲初生嬰兒嗰個執媽嗰個做法啦。咁因此呢個夭折率係大幅下降咗好多。咁其實呢一樣嘢呢，亦都係同個社會經濟有關嘅。咁因為畢竟就係話，無論你係做農業又好，你做工廠生產又好，一個社會你人口多啲，確實係嗰個經濟能力亦都會大啲，因為你有足夠嘅勞動人口啊嘛。咁所以就係話，當嗰個出生嬰兒嗰個健康改善之後，其實變相對成個國家呢都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大家諗下，如果有人堅持話唔得，我一定要屋企生，咁當然你可以，因為喺香港你屋企生唔係犯法嘅。咁但係個大前提係，咁喺過程入邊，你有冇去醫院啊？有冇健康院啊？有冇做一系列嘅檢查呢？有冇執媽？有冇專業人士幫你啊？你有冇考量過所有可能會潛在嘅風險啊？舉個例子，你可能過咗係38歲，可能呢就要做一啲嘅檢測㗎咯。例如可能係唐氏綜合症嘅風險啦。有冇地中海貧血症啊？會唔會有呢個妊娠糖尿啊，或者高血壓等等啊？咁有好多疾病呢，係你未懷孕之前係冇嘅，係懷孕之後先會出現嘅。咁原來所有嘢你都冇做過嘅，然後就話要喺屋企自己生，咁係咪一件好魯莽嘅事呢？甚至可以話係無知嘅做法呢？咁而最諷刺就係話呢個曾先生就講到咧，喺電台訪問話喺醫院度呢就好多陌生人好嘈。係有細菌，屋企咧就冇細菌啦，係啦，即係好啲啦，少啲細菌啦。我諗佢意思係冇咁嘈啦，咁咧就冇咁多人。咁但係如果個女士生咗出嚟之後止唔到血咧，或者個 BB 真係唔喊，或者係個臍帶纏咗頸咧，或者咧佢唔係傳統嘅頭嘅出發，由腳出先咁啊點咧？因為係如果腳出先嘅 BB 咧，個風險又會大啲。完全冇考量過呢啲所有嘅風險，然後就一意孤行話要自己喺屋企生。咁我強烈地認為就係話，如果第一個佢哋夭折咗個 BB 女，佢成個過程都係有接受現代醫療嘅幫助嘅，哪怕係前期嘅檢查或者臨近分娩之前嘅一啲嘅專業知識嘅幫助。即使佢喺屋企生，我諗都會大大改善而家佢第一個月就夭折呢個問題。當然啦，我係唔贊成人喺屋企分娩嘅。如果冇任何專業嘅設備或者係專業嘅醫療人員喺度嘅話，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佢根本第一個夭折咗個 BB 喺醫院度出生，咁我好相信佢唔會第一個月就夭折。咁樣係無論係對嗰個生命嘅扼殺啦，亦都對佢哋兩個人，你哋自己都會唔開心啦，係咪？雖然唔知點解講出嚟嘅時候又好似雲淡輕風咁樣，又好似冇件事咁樣，而仲要魯莽到第二、第三個都係咁做，仲要堅持話唔去驗唔去登記啊。咁如果你係自我到一個點，自我到咁樣嘅，咁其實好簡單啦，係咪？你咪去啲第三世界國家咯，去個荒島度咪冇人理你咯。咁你又唔得啦，你又生活唔到啊。你結果係好識揀，揀咗去啲現代國家，去咗芬蘭，去咗瑞典呢啲咁先進嘅國家，係咪啊？去嗰度生，咁點解呢？因為你就知道嗰啲地方安全啫嘛，係咪？嗰啲地方有福利去保障你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人哋點解會有呢啲福利保障到一般嘅公民？係因為佢有佢嘅制度，佢有佢要求啊嘛。最簡單就係話
個 BB 喺出世之前咪要接受檢測咯，係咪要有一啲醫療嘅支援咯？你出世要攞出世紙咯，你咁樣先至係成個系統嘅配合，先至會產出咗一個咁高效，即係咁文明嘅一個地方啊嘛。哦，咁但係原來你去到嗰度，你就只係想攞個權利，但係你又唔盡義務嘅。好啦，而家出咗事啦，返到香港又用同一個態度，政府呢係需要幫我哋㗎嚇，我個小朋友中國人嚟嘅，唔可以剝奪呢佢學中文嘅權利嘅。但係同一時間又喺度玩嘢，又唔提供呢個DNA 嘅檢測，然後就喺度爭拗住嗰啲咁嘅私隱嘅問題啊。爭拗住呢就話你點樣保障我嘅風險啊？喂，如果咁刑就不如刑到底啦，係嘛？你就不如唔好要求咁多，你去個荒島住咪得咯。咁所以成件事睇落嚟，呢一對父母無論你講到自己幾清高，你點樣幾有理念都好，你就係做緊一樣講有一套，做又另一套，係咪？對人要求啊多多，對自己要求就低低。咁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呢對父母我認為非常之自私而且魯莽嘅。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呢，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歡迎呢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嘅。咁仲有就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好嘅話呢，歡迎大家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知道。我係湯比，呢一個係香港早晨頻道，多謝大家，拜拜。